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4月初2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53篇，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第10节到1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任。人伫这个困境中间所需要的，毋是任何人的能力，乃是上帝的信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期，有另外一位先知的太太，伫伊过身了后，因的生活陷入伫困境内底，并且呢，因的祭主啦就来向因讨债，并且来威胁讲要将伊的2个囝掠去做奴隶，伊就来以利沙来哀求。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，记载着以利沙听到伊的情形了后所讲的话。有一个先知的学生的某对以利沙哀求讲：“你的仆人，我的丈夫已经死了。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，但祭主要来掠我2个囝去做奴隶。”以利沙问伊讲：“你爱我，甲你做甚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甚物？”伊讲：“你的女婢厝内剩1瓣油，以外拢无半项。”以利沙讲：“你去甲厝边借空的器具，愈济愈好。然后入去厝内关门，甲你遐个囝踮伫内面，添油伫所有的器具，添满的下一边。有一人登去关门，甲伊遐个囝踮内面，囝带器具来互伊，伊就添油，遐个器具拢添满。伊甲伊的囝讲，搁摕器具来互我。囝讲已经无器具啦，油就无搁再流出来。妇人人就去甲上帝重用的人报告，伊就对妇人人讲：“你去卖油来行祭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活。”虽然对人来看，这个先知学生的家的寡妇呢，只有1点点油，好那亲像无有五毛。但是对上帝来看，却毋是困难的事。上帝所行的信仰，教也伊行祭，并且过生活，也就亲像耶稣基督教导的主祷文祈祷讲：“赐阮逐工的饮食。”同款。每一天有够日的食物，其实嘛是上帝的恩典甲信任。有真侪人来跟对耶稣基督，也得要到这个食饭的时间，门徒就来找耶稣基督，叫伊着爱改善互因家己去为着家己的需要去设法啦。但是耶稣基督却甲因讲：“恁互因物件食。”信任当然是上帝的权能啦，但是上帝却时常互伊所呼召的仆人有机会来参与伫伊的信仰内底。咱看见以利沙是安尼，耶稣基督嘛，互伊的学生来参与伫伊的信仰内面。路加福音第9章第10节到17节。记载着耶稣基督养饲5000人食饱的事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的代志拢甲伊报告。耶稣就简单带因退去一个叫做伯赛大的城，滚将一个灾就对伊去。耶稣欢迎因，讲上帝国的事互因听，佮医好遐个需要医治的人。日要暗的时，12个使徒来甲耶稣讲：
请甲群众解散，通互因去附近的庄舍找食物较大的所在。因为咱伫遮偏僻，无人带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恁互因食。”因讲：“咱只有5块饼、2尾鱼，若无去买，哪有通够互遮的遮济人食？”伫遐差不多有5000个查甫人。耶稣就对门徒讲，叫因分组坐落去。逐组差不多50个人，因照安尼做，叫众人拢坐落去。耶稣摕5个饼、2尾鱼，仰天来感谢，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互群众，大家拢食到饱。门徒将所剩的幼笋拢摕起来，拢装满12篮。诗篇53篇，戆人心内讲无上帝，因拢腐败，做可恶的代志，无甲一个做好。上帝对天落看世间人，要看有明理、有追求上帝的人啊无？因逐个人拢行袂路，平平变成做有为，无人做好，连一个拢无。做歹的人兼拢毋知，因吞食我的子民，亲像在食饭。因无求告上帝，因毋免惊吓的时大惊吓，因为上帝有将包围攻击你的人的骨头拆散。因会见效失败，因为上帝气杀因。愿以色列的拯救对释安出，愿上帝带伊受领的子民倒转来，迄是以色列的欢喜，雅各的快乐。感谢上帝，予定阮成做别人的祝福，也予阮会通参与伫你的信仰中间，予人得到利益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